非常的重要。除了大型的礼拜以外，这个小组就是建造非常重要的一个单位哈。那我们教会在明年庆祝50喜年的时候，我们特别举办一个特别很重要的一个研习活动，就是邀请我们长老教会不同的教会，他们能够一起来分享小组的建造的这个重要以及很多这怎么样的 know how 大家一起来努力。那今天是我们这个清明年假的最后一天哈。那牧师有一个感动，就是我们平常有很多的聚会，家族聚会、同学聚会同事的聚会或是一些俱乐部的聚会，但是礼拜天的大聚会是我们基督徒绝对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因为这个礼拜，这个做礼拜参加聚会不是参加一个活动，而是这个礼拜是带有神的祝福跟权柄跟属灵能力的聚会。有你的参与，它会成为一个神大能浇灌的地方。所以同样是聚会，2-3个人也是聚会，但是一个大型的聚会，弟兄姐妹都同心聚集的聚会，是神特别喜悦的，因为是一起同心口唱心和赞美主的聚会。愿我们虽然在这个连续假当中，有人是外出啦，有人从外地回来，我们都能够珍惜这个聚会的时间，也是一个得神恩典聚会的时间。我们要分享主的话语前，我们先来做祷告。谢谢天父上帝，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在连续假日当中，能够在这个主日一起同心聚会，一起同心敬拜。愿你的神亲自浇灌，也降临在我们当中，启示我们从你的话语得着生命的能力。这个生命是活活的神的食粮，也是神的活水，是能够改造、能够坚固以及让我们生命成长的聚会。愿神的同在让我们今天的聚会一切荣耀都归给你。愿你的信息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帮助。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之前有提起到说，我们连续也不是连续的，就是牧师在分享的陆续有4个主题，都在跟大家一起分享有关信仰信心的课程。那这个信心的系列，我们等一下经文会再重新来复习一下哈。那再复习一下，上个礼拜有提到了，我们有4个系列。第一个是信心是看见你得着，来厘清我们信仰的重点，是信心常常是你眼前看不见的事，但是信心会看透那个遮掩，能够看见神的创造神的恩典，能够用信心来迎接主的救恩哈。那我们要看自己的信心的视力，眼睛的视力不是肉体的视力，而是一种属灵的眼睛，看见神的应许。这是我们第一讲我们所分享的。第二个是讲到顺服跟交托。信心的一个重要的元素是，你愿意愿必顺服神所做的呼召，然后你的困难有没有办法交托多给神，让神来帮你承担。我们引用到耶稣在会堂分享到以利沙跟以利亚这个师徒他们2个碰到的神迹的故事那表示说，因为顺服就得到神迹的恩典。第3个，我们就是在上个礼拜提到，我们信心会遇到试验，我们要怎么样从试验当中得着胜利。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每一个人从出生开始都在一个竞争或是考试的过程。小时候读书的时候有考试，我们进入社会有更多不同的考验。你可以躲在你安稳的类似你的一个安乐的或是一个舒适圈，但是你要成长，你要突破，你要成就，你就必须要面对挑战，而且要胜过这些考验。那就是我们第3个主题所分享的。
那这个考验是因为神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能力来承担神的恩典，能够承载神给你的祝福。就像我们刚刚有提到说，这个信心是看不见的事的实底，这个实底就是一个坚固的一个架子，让你能够承受上面所摆的花啦，或是一些漂亮的摆设哈。那我们有一起分享到说，通过天国考试的约书亚，还有考不过的沉到水里面的彼得。那也提起到说，魔鬼他会故意引诱你离开主耶稣，就像非洲的动物，他们在群体或是母亲的保护之下，他们就会安全。但是狮子这些野兽，它通常会故意冲撞，让小鹿啦，或是小绵羊啊、小羊啊离开他父母亲的照顾，然后就私下攻击。魔鬼也会这样，故意逗你离开神，那就下手攻击。那这是我们说遇到的一个试验跟得胜。那今天我们要分享最后一个单元，就是信心是仰望跟成就。信心到最后的结果是有一个成果出来了，有一个得胜的一个果实，那才是一个信心的一个最终的目标。那我们今天刚刚读两章经文，要成为一个我们的学习。我们第一个要分享的是信心跟仰望到底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要仰望？仰望的意思是还没有实现哦，还没有成就哦，你已经有了确信了。所以信心是守望之事的实底，是我们在希伯来书所学习到的。我们可以分成不同的层次来学习。第一个是你要有清楚的仰望目标。基督徒信心不是一个空洞的、空泛的，要很扎实的、很明确的，你的目标在哪里？就像我们在赛跑的时候，你要知道你的终点在哪边，不然的话，你表现再好也枉然哈。所以生活当中有明确的目标，有仰望的对象，是我们基督徒一个信仰很重要的点。曾经有人在参加那个我们台湾很流行那个马拉松哈，有的有身强体壮的会跑全马，什么半马，还有什么5公里的啦，还有慢跑慢走也可以到的，就让人家全民参与哈。那就是有一个人呢，他觉得好像跑得不错，因为后面都没有人跟，他觉得我自己跑得很快哦，今天自己的成绩很满意。没想到跑到一段，人家说对不起，你跑错了，方向跑错，人家是从那边走，你怎么跑来这里？你像冠军也没有用啊。我们常常在赛跑的时候很努力、很认真，觉得自己成绩突破了，那没想到你的终点不是人家所设的，你就努力就白费到。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之前曾经看一个小短片就是一个小朋友参加学校的比赛，接力赛跑，2、3个一直冲一直跑，然后有的接棒就接下去跑，但是最后一个拿到棒，他往回跑，人家跑过来你再跑回去，到最后你再跑太快，跑越快输越多嘛。人家是接棒往前跑，你是往后跑。那通常我们看来，这个人生有很多事情是这样子的，你一急就往前冲，冲到最后那个目的不对。也有人曾经，我们生活上常常发生这种糗事啦我们不清楚人家约的地点你冲得很快跑去那边，发现都没人了。原来人家说是在那个点，不是这个点。弟兄姐妹，信仰也是这样子。我们在生活中有明确的目标，有仰望的对象，就是我们的上帝，那个是要很明确的。第二个角度是，你要拥有信心的目标。那这个信心的目标是，你不只是有方向，而且你要有强大的动力，确信这个信心是要达成的。因为上帝会把火热的愿望放在我们心里，
意思是说，好像帮你点了火哈，好像你加了油啊，你有那个马力可以往前冲，让我们定下人生的方向跟目标。不然的话，只有空泛的目标，那没有能力去达成。所以这个能力，千万要记得，我们不是靠自己这个肉体这一个属于这个血气方面的信心，是要神的同在的信心。所以我们要求神赐给我们这样的信心，就像主耶稣说：“你若有一个信心，可以将这个山移到那边去。”你要一个像芥菜种的信心，让信心长大成树。这种信心不是人的能力，好像在变魔术，而是神的圣灵的力量。所以就一个小故事是说到说，印度它在还是一个殖民地的时候，当时英国开始会造汽车哈，那个是很罕见的那个新的产品，所以他为了要展示他们的好意，就是送了一辆汽车给当地的一个地主大富豪。哇看来是非常宝贵，因为亮晶晶的，不像以前的马车哈，车子就是要什么斗篷那一类的哈。但是后来总督府的人听到回报说：“哎呀，那个富豪哈，他们不会用那辆车哎，他们竟然招来了2只很很壮的牛，然后拉了那个马鞍那牛的那个鞍，然后拉了绳子，然后用2头牛来拉那辆那个汽车，哇，到各地去展示。你看，说这个总督送给我的这个汽车啊，多豪华，多漂亮啊，多光亮啊哈，然后就让这个总督人有点啼笑皆非啊，这个哭笑不得，因为他们以为那辆车还是用牛或是马来推的，原来他们不知道，他们要使用油让引擎来发动，然后有很大的爆发力。就像这样子哈，这辆车竟然是像牛一样拖着这辆车在走，没有发挥了他那辆车的能力。因为富豪不知道一辆汽车它的马力相当于几十头牛，所以才用牛来拖那辆车。这故事给我们什么启示呢？我们人常常想要用自己的能力去推动那个盼望跟目标，但请记得，不要用牛来拖你的汽车，是马力严禁引擎的车的力量才有办法。所以我们都现在知道很多豪华汽车啦，什么高贵的汽车都在计算说几秒钟、3秒钟可以达到100公里那种力量，它就是在测试说我这气缸的能力有多大哈，我引擎的力量有多大。那记得基督徒也一样，你一定要承载上神给你的属灵的信心跟气缸能量，所以有方向的目标，还有属灵的动力、信心的动力，再来就是由圣灵来带领你的人生方向。因为人再怎么跑怎么走，有时候会偏了，或是有能力降低的时候，信心软弱的时候，所以要常常求圣灵来带领你人生的道路，要藉由迫切的祷告，圣灵要显明上帝为我们预备的道路，那个方向才明确，也相信他能够成全所示的目标。最近在这一个清明节，气候变化很大，那对老年人我知道，虽然我不是医生，但常常会碰到很多老年人没有办法承受住这个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大气压力啦、身体的状况。那最近听到很多我认识的长辈就这样安息过世了。气候变化还产生一种现象，就是会产生很多雾很多雾所以这段时间，如果你到金门或马祖去
去旅游的人要小心，你要先预备好你的日期，不要说我那天什么时候回来就回得来，因为哇，整个金门都起雾啊，起雾飞机都不敢飞了，方向就不明确了。我们人生这种事情是很普遍的了，更何况说我们看不见的人生的方向，要谦卑求圣灵来带领你前面的道路。所以有时候信仰就很奇妙。我刚刚开头的时候说，我们是一个大型的礼拜，大家一起欢聚，一起同心聚集。但是这个是同心聚会、同心敬拜、同心领受恩典的。但是有时候信仰又是很私人的事，因为你是个人跟神的关系，你要建立好，不然大家在喜乐欢庆，在感谢主，你会说好像我没有得着，因为你没有跟神产生一个连结的关系。所以圣灵就是要帮助我们知道你前面的道路很明确，就是在茫茫的大雾当中，船知道自己要走的方向。第二个面向就是我们的信心，就像内心的一个图当中的一支笔。信心把你内心的那张图画得非常的具体，画得非常仔细。我们教会很多专门在做设计的或是建筑的，我们的同工，现在政府你要盖一间房子你的图不给他审核过，他就不让你盖耶。所以我们的设计图要做得非常的精密，非常的精密。当然现在有电脑的协助，做得更厉害，还有包括3D 的方面。那有这个很精确的图，你施工起来才会按部就班，才会非常的坚固，非常的好。那我们的信心就像那一支在内心的图画当中那一支笔，你要把它画得非常精确，而不是随随便便，像一张草图，看起来有像也不像，好像没有明确。信心就像那张图，但是你要画得非常的具体。所以信心怎么样在我们内心里面的那张图画得更完整、更具体呢？第一个要有信仰仰望的法则，有一个仰望的法则，就在心中画上上帝应许跟作为。这个图，因为你这个房子还没盖，但是你知道这个图已经呈现出来了。这个房子会什么样子？会有几个隔间？会有什么样的隔板？什么样的楼梯？什么样的配置？都已经弄好了。我们基督徒也要有这样的信心，因为他说是仰望所望之事，如同已经发生。刚刚不是讲说信心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吗？基督徒要有这种蓝图已经呈现的一种盼望，就像刚刚我们读的经文，创世纪13章14到17节，亚伯兰跟他的侄子罗德，他们2个所碰到的事一样。亚伯兰已经神为他画一个伟大的图像。这张经文这样写，他说：“我要把你所看见的这片土地，都给你和你的子孙。这片土地要永远归属于你。我要使你的子孙多到没有人能够计算。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也能数算你的子孙。起来，你去走遍整片土地，我要把它赐给你。”这是亚伯拉罕跟他的侄子罗德要分开。亚伯拉罕很有度量，他说：“侄子，你选这一边，我就选那一边，让你先选。”他的侄子就选的索多玛、俄摩拉这个方向，因为那边有城市有很多已经继承的一个非常好的那个产业，但是亚伯兰所看的是一片旷野。但是神就给亚伯兰一个蓝图，他说：“你看这块土地，你这块土地，我要把你所看见的土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子孙，而且他说你的子孙要多到不可胜数。”我们都知道，那个时亚伯拉罕根本都没有孩子啊。但是这个应许会不会成就呢？神的讲的是空口说白话呢，还是亚伯拉罕他就这样的确信，而且把它放入心中这个蓝图里面？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第二个，我们除了神的应许上，我们有一个更大的确据是仰望十字架。仰望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呢？是因为我们看见、相信为我们舍身流血的耶稣基督，他的恩典已经借由这个十字架的象征、赐下的救赎、赐下的生命的盼望，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所以我们不要误会，好像教会放了这个十字架，把十字架偶像化，不是啊。十字架是让你看到这个象征，知道你跟神的关系，知道主耶稣基督的救赎，而不是迷信，好像看到这个十字架是有什么特别的特异功能，不是。这十字架也是一个呼召，让每一个人看见十字架有不同的神给你的属灵的生命。今年我们在下礼拜举办的受难主耶稣受难礼拜的主题就是我心仰望十字架。这个礼拜五的晚上，我们要一起来学习这个功课。我心仰望十字架，期待我们弟兄姐妹那天晚上18号晚上，礼拜五晚上8点，大家一起聚集在这里。这个仰望是什么意思呢？也是它不是一个实体的东西在那边，而是你看了，你的生命、你的心灵就跟主耶稣的救赎就连接在一起了。我们都知道，已经过世的一个德蕾莎修女，她在印度的加尔各答，本来她是在那边当修女，在灵修的，而且他们的修会是很严格的，很多戒律的，他们都在那一个盖的非常漂亮的一个庄园，一个修道院里面，他躲在里面，跟外界都没什么接触的。然后他们的3餐生活都被人家照顾得很好，他们只要全心灵修、祷告、读经、做功课、做经课。他有一次，他就出来搭火车，在加尔各答到乡下去。他一看到沿路河边有很多垂死的人，没有人管，在那边自生自灭。他才发现到说，我在修道院里面认真读圣经，认真来修道，但是好像耶稣在跟我讲，在十字架上，他讲说我渴了。耶稣的十架7言，对不对？有一句话说我渴了。他说这句话就成为他心中很大很大的刺激。他觉得好像耶稣一直在跟德蕾莎说，你知道我渴了吗？渴了到底什么意思？他就看见这一群苦难的百姓，在贫民区，在垂死的地方，所以他就毅然决然离开了这个很安稳的修道院，走出这个修道院，到外面创立了仁爱之家，就专门来照顾那一些垂死的人，让他们在至少生命在最结束之前有一个尊严，是被洁净的，是有人照顾的，是有人陪伴的。那就是德蕾莎所仰望的十字架，它就是这个呼召。那你的仰望是什么呢？你仰望十字架给你的生命的能量跟呼召是什么呢？很重要。所以我们仰望十字架的意思是说，我们把信心投射到主耶稣的应许、十字架的牺牲。哥林多后书8章9节说，我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生命的改变。主耶稣因为他愿意牺牲，让我们贫穷成为富足，他愿意自己自甘贫穷，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第3个是圣灵的降临。我们说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好了，异象跟异梦本身就是还不是现实的嘛，就是一个感觉或是一个梦中的想法而已嘛。但是我们就是要仰望这个异梦的时候，圣灵让他动工，让异象跟异梦能够成真。早上我就听到谢牧师说，他奇怪昨天做了一个梦，梦见一间房子很漂亮，而且还有增加了一些床什么的。他感觉上好像这个跟现实无关但是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那就是神在
预示什么，告诉你什么。其实很多事情看起来好像不大可能，不大跟现实有关，但是你要祷告说圣灵啊，求你让你给我的意象，给我异梦，让它能够实现，因为你坚持这个信心。那第三个我们要学习的是说，基督徒要有一个非常前置的观念，就是我相信神已经给我这样的信心，而不是一直觉得说我信心不够啊，怎么办？我没有信心呢？是你要确信神已经给你这个信心，而是你怎么样让信心成为实现。我们感谢上帝赐我们信心是人在重生，就是你受洗接受主的时候，上帝就已经给你了。但是有可能就像一颗种子放在你心里面，你就不知道它有没有发生，有没有呈现。所以你要一直不断的操练，不断的让这个信心让它呈现在你实际的生命当中。他所示的信心让它能够经历成熟。就像一颗种子，你如果不种到泥土里面，它看起来就漂漂亮亮的我们以前台湾有一种种子很漂亮，叫给波珠，有没有看过？给波珠啊，看起来红红的、黑黑的，很漂亮。看起来好像当玩具可以的，但是你如果要让它长起来，你要把它种进去。我说前2年呢，牧师跟他那个喜乐小组他们去我们的邱平执事他们家，给他们祝福他们新居落成。那天下午刚好天气不错他们之后礼拜完，我们就带我们穿过那个高速公路，有一个涵洞，一走出去，原来那个中华医事大学的附近有一个很大的志洪池，漂亮的树都栽得很漂亮那边享受一个非常美好的下午刚好那个路边有人好像在整修那个路啦，就把一棵树，好像是苦苓树还是樟树，我忘记了。砍下来的树上面结了好多种子然后就一时好奇，我就把它抓了几颗带回家。我想说，这种子那个树感觉很漂亮，是不是有机会把它种下去，它会长出来？但是回来也不把它当一回事，就放在一个小盘子上面。每次看到说，已经放好久了，已经放2、3年了，都还放着根本不会长因为你没有把它种到土里面去有时候我们的信心也像这样子，你要常常操练，让种子放到水里面，让到泥土里面。所以圣经罗马书12章第3节，神有预示到，他说给我们这样的操练他说我凭着我示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神给每一个人的使命跟恩典都不一样，他是要看你什么样的能力来成就他所做的事情。就像圣经耶稣所讲的比喻有5000块的，有2000块的，有1000块的。那些人，耶稣不是说钱拿了年钱多的仆人就比较厉害他说你有没有尽心，你有没有尽你的能力去做。所以圣经这样在告诉我们说，神也给我们这样的信心，但是你有没有自己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意思是说不要超过你所做的，你有自己神给你的一个确信这个信心是神已经给你了。认清楚你的定位在哪边，你的基础在哪边。第二个就是不放弃的信心对主的仰望要不放弃，而不是说遇到一些困难、挑战、挫折你就放弃掉了我们常说讲一事无成到最后都没有什么一个成就了。他说要凭着信心祈求，一点都不疑惑。雅各书1章5到8节这样说：如果你们当中有缺少智慧的，应该向上帝祈求，他会赐智慧给你们，因为他乐意丰丰富富的赐给每一个人。要向上帝祈求，他会乐意赐给我们。然后又说，不过你们要凭信心来求，凭着信心求。神要乐意给你，但是你没有信心求就不行。他说不可有丝毫疑惑，
疑惑的人好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不已，不平静啊，风浪摇动。他说：“这样的人三心两意，摇摆不定，别想从主那里面得到什么。”哇，讲得很清楚，很干脆，对不对？不要三心两意，要凭信心来求。弟兄姐妹，我们刚刚有提到说，我们一个大团体，这个大聚会的敬拜，我们小组的聚会，这个是一个彼此在激励信心，或是在彼此分享造就。但是终归到最后，你还是要一个人面对你自己跟神的关系。那这个三心两意的人，有人有成就，有人没有成就，不是因为他的恩典比较多，而是他信心够。所以有大团体的彼此造就，但是有个人的跟神的关系、信心的锚定成全。所以你要有一个信心坚定不移的。所以当有人灰心失之丧志的时候，你要常常靠着上帝的话语来胜过。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强调灵修、读经、抄经的用意在这，因为你不可能预测什么时候会灰心啊，你不可能什么时候你觉得就是丧志的时候，是持续的、不断的，有时是预防性的，有的是遇到了困境，你因为你跟神的关系保持了密切，你就很快就突破了，很多就超越了。而且一个很重点，为什么我们要说在大团体，我们要请人家来做见证？我们在小组里面为什么要分享？目的就是在这里，因为你要跟有信心的人来一起交通，彼此勉励，互相帮助。我相信每一次有弟兄或姐妹来台上见证，你不会说哇你好厉害，什么都是你成就。很多人在做见证都会讲说，哇当初可能自己有怀疑啦，有软弱啦，甚至有跌倒啦，但是神怜悯我，让我能够领受到这样的祝福。那这个是我们跟信心的人一起交通，彼此勉励。所以信心的坚定不移，除了要靠上帝的话语，也要跟一些有经历的人、有信心的人一起交往，让他们来造就你，来提醒你，或是甚至来劝勉你所以信心会锲而不舍就跟我们要得到一个宝贝，你要勇敢的努力。有一个小故事是在提到说，美国西部在盛行淘金热的时候，美国西部当时在开发，很多人为什么那个荒郊野外为什么有人要来？原来那边发现了金矿，所以一大堆人都跑来要淘金了。有的是在溪边就看到那个沙里面有金子，有的是看到这个金矿，比如说那个流出河流或是溪，那个泉水从那边流出来有溪，对不对？有金沙，所以他们就觉得大概在里面有，所以就挖洞进去掘那个泥土，让那个金矿能够呈现出来。还有一个故事是说，有一个企业家他发现到一个金矿，他觉得这个采下去一定会赚大钱，所以呢就花了很多他的财产去购买采矿的机器，但是邀了很多工人，机器也都来了，一直挖，都是一些秽土，没有什么效果。花到最后已经灰心丧气了，就觉得说，赶快要停损了，对不对？赶快停损，不然的话到最后财产都没了，撑不下去了。后来他就只好廉价变卖矿区的机器，还有他的矿区给别人承接。那别人觉得说，明明这边有金矿，为什么你还不挖呢？所以接下来的人他们就继续挖。这是美国在户外有西边的淘金的状况，这是实际的照片。当时的西部有一大堆人去那边挖矿，有的是被招来的外国的工人。当时我们在广州啦、广东啦、福建很多人就被招去当工人，在那边挖金矿、淘金说为什么我们做这个把它称为旧金山呢？
旧金山，因为它的美国的名字叫 San Francisco， 也不是什么金，但是我们华人就把它取名叫金山，是因为当时有很多华人去那边挖金矿啊，所以这个叫旧金山。啊，现在很多华侨聚集的地方，中国城一大堆在那边。好了，很多人去那边赚到哇很多钱，有人就失败回来。这个商人挖到最后放弃了，就把所有的一些设备都卖掉。但是刚好问题来了，就是后来买矿区的人他在挖了10公尺，就发现庞大的金矿。前面的人努力了，根本就没什么效果。但是后面的人一挖，在10公尺就掘到了非常大的金矿，庞大的金矿。弟兄姐妹，我们的信心也常常如此了。你觉得在忍耐，在坚持没力气了，算了。那其实你坚持到底的，必然得救。圣经这样的勉励我们，我们有时候再忍耐一下，就可以看到神的作为。忍耐不是一种消极的忍耐呢，而是你还锲而不舍，努力去突破，你的能力也被增加，你的恩赐也被发挥，你的潜力呈现出来。有的人就是半途而废，发现到最后买一大堆设备这金矿没挖到就是浪费了很多金钱。所以信心的人很重要，因为你不只是要坚持到底，你还会碰到很大的挑战。上个礼拜我们不是在讲说魔鬼他会把你引诱，让你离开神吗？另外一个是你如果有信心，魔鬼是最想要跟你挑战的。有一个说明就是说，魔鬼他不会吞吃完全不信的人。这种不信的人，魔鬼根本不理他，因为他不会起什么作用嘛，他本来就不信的嘛，他本来就属魔鬼的那个群体的啦，他是他所囤积的粮食。不信的人大概神那个魔鬼最轻松，不理他。但是他魔鬼要对付的是想要猎食的就是有信心的人。所以如果有人信了又失去信心，魔鬼就会故意挡他，或是引诱他说：“你看，我说的没错吧？不要信了，干脆离开算了。”所以我们的福音在台湾传了160年了，我们看到很多人信主，生命得胜，但是也有很多人就是毁了他的信仰就离开主有人到了3代4代，家里就从来不来教会了，因为他们不认为这个信仰对他有什么帮助。所以有信心的人，你不只要坚持，而且还要提防魔鬼的攻击，因为你有信心，魔鬼才对你有兴趣所以他会用他的邪恶的权柄跟灵灌在这些人里面，让他们最好是全部不要信最好。有人是三心两意，我们要谨慎自己，不要被魔鬼所吞吃的。最后，我们的信心要做宣告，然后让神的大能神迹成就在你的身上。我们看到亚伯兰，他在99岁的时候，上帝把他的名字改成亚伯拉罕，就是上帝要让他凭信心在口里承认自己所仰望的梦想。所以他每天看到所有的沙，看到天上的星星，看到四遍的土地，他说这个是神为你预备的，他就这样宣告，他就承认，他把它看成已经成就了。罗马书10章第10节说，因为人心里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所以亚伯拉罕跟撒拉那每天宣告说神有应许的，所以他最后就得了以撒。所以亚伯拉罕他说所谓说信心之父不是他一下子就成就他是经历一次一次的挑战，一次一次的诱惑，
一次一次的挫折，但是他始终先相信这个神的呼召，从心里面给他的信心一直呈现着。所以弟兄姐妹，在结尾的时候，牧师要勉励大家，我们在你的生命当中，信心就成为你一个能力、一个盼望、一个使用手册，在你生命当中把它神的应许呈现出来。这3个生活中用信心的目标，第一个，你要在你的祷告当中、你的灵修当中，把目标明确大小设定好，相信仰望这些目标来祷告，而不是很空幻的、虚幻的，而是说神啊，你为我预备的是什么？你是做生意的，你有神要神为你预备什么？你是做研究的，你是做专业医师啦、律师啦什么样的？或是你在生活上有什么样的目标要神成就？你就是用刚刚我们提到的，我们怎么样把目标做明确？这个目标怎么明确？有一个最好的方法是不断的做异梦。异梦的意思就是一个图像式的祷告。图像式的，我们常常有的兄弟姐妹会经历到一个所谓的一个方言的祷告，对不对？那一听人家在方言，舌音你根本听不清楚他在讲什么。其实他的里面脑筋是很清楚的。舌音的意思好像跟神在一种电波的互动，但是你内心是图像式的。比如说你为你的儿女祷告，哇，有的长辈他儿孙20-20个你怎么一个个念不出来？但是你用图像式的为显现出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孙子他们的图像，包括你的工作、你的事业，你将来希望呈现的，都在你的心中画一个图。这个图像是好像你的信心的图，在你的画纸里面已经画清楚，像一个设计图已经设计好一样。那就是一个异梦的祷告，是图像式的祷告，这是神所应许的祷告。所以想象并且仰望我们的异梦要成就，所以无论早晚，你就是不断的仰望。这个是我们第2个阶段。第3个阶段是要强调选择信心。仰望之后更要相信，并以感谢上帝来应许来祷告。这跟我们刚刚讲说，感谢神赐给我信心，这是第一步。另外一步就是说，神啊，虽然还没有成就，我要感谢你，你已经应许了。这是基督徒一个前置作业。上帝会借着我们的信心，在我们生活里面来动工。就像我们常常喜欢读的腓立比书4章6到7节，我们常常很熟悉。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凭着信心，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示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我们会背，但是背还不够，你要确信他要成就。这是我们很熟悉的腓立比书4章6到7节。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学习，就是仰望的法则。仰望就是还没呈现嘛，但是仰望的法则就是已经好像有一本使用手册，你已经拿到了。仰望的法则就是信心的使用手册。所以基督徒，我们所以跟一般人不一样，不是我们外在的能力、学历、智慧，或是我的背景、我的财富比人多，而是这个信心的财产才是最大的。因为你的仰望连接了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你的仰望连接了圣灵的引导，你的仰望是连接了上帝的应许。然后这个手册怎么来？信心就是仰望成为信心的手册，这是得应许赐福的原则，而且上帝要赐给相信仰望的选民。不信的人他不了解这一点。基督徒，我们每一位富强人，期待圣灵也在你身上显示了我们这4个信心的功课，在你的生命当中把它实践出来。愿每一位弟兄姐妹，你都经历到了你的仰望跟成就。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见证，每一个人他的美好的神的应许。我们要一起来做祷告，然后我们要请我们的长荣中学的同学来做分享。
然后之后我们再来唱诗歌哈。我们先来做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我们有4个礼拜一起学习信心的功课。是的，我们知道，因为当我们看不见上帝，我们就要信心来看见。我们看见神所创造这个美丽的世界，这个宇宙。我们看见神借我们的信心来成就你的应许。我们借由耶稣基督的救赎，看见十字架的大能。我们也看见圣灵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不知道方向的时候，圣灵亲自来引导我们。我们也借由读圣经，我们借由跟神的关系沟通，在圣灵的引导之下，看见神的应许成就，一步一步的呈现。主啊，这个是我们一生的功课。也许我们还不是很完整、很明确、很马上看见这个实践，但是你要我们就像挖金矿的工人一样，锲而不舍，再挖下去，整个宝藏就呈现了。神啊，愿你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目标，有这样的方向，让亚伯拉罕的意向也成为我们的意向，让我们不是三心二意，而是我们用信心来求。愿神成就我们在属灵的学习这个功课，也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小组当中，大家彼此分享、彼此激励，让这个信心能够更坚固。感谢你，让我们今天一起学习，一起分享。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在唱回应诗之前我们要先邀请今天呢，我们是教会学校的纪念主日那我们感谢主，教会我们有自己的老师了就是我们的黄丽蓉老师。